这台啊？是这一台，这一台。窗户打开来了。它窗户开一点点。嗯，哦，撑出来了。对，就那台。那个时候它刚好，就也看不太出来，但是有东西飞出来。哦，对，来了。对，飞到它的脚边，嗯，它也吓一跳。有跳到桌上吗？狗也吓到了，我去看。发现是弹孔，所以赶快报警做拉住。这台有生出来了吗？它刚刚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生出来了。哦，现在搭好了吗？然后现在是还没，它过就是绿灯的时候，启动的时候它手就伸出来了。啊，生出来了，它的那个它手就伸。是很明显的针对性嘛？这我就知道了。它动的时候，它的手就伸出来了。其实我是因为我手机刚好没电，我才能充电。嗯，那我刚好我的头是这样的靠的，嗯，我在看，顺便充电看手机。嗯，然后5:07，突然间有巨大的声响，那我就稍微有跳起来，无数人就跑来关心，结果我在旁边就看到好像是子弹贯穿的状况，所以就立即交代服务处马上报警。那我们员警也在最快的时间就赶到现场，那监视小组也过来了。我个人觉得，是不是有政治的考量？这我不清楚啦。那因为警方还在侦查中哦。那毕竟我是身为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哦，那目前很积极在辅选我们韩国瑜总统及我们6区的立委。那当然在6个小时之后，警方有宣布查获嫌疑的2名哦。那他的说法是说，因为他们喝了酒，看到我悬挂国旗，然后对我的招牌不满，所以才回去卢竹取枪，然后来这边射击。那对于这样的讲法，我是比较没有办法认同啊。那我想，那包含我们龙岗的国旗，那不是要弹痕累累。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希望我们警方能够再深入的追查。我想，治安的重要，其实人民百姓是最关心的啦。